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五日节，真侪人食肉粽，发现讲内底有掺虾米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比保伊比第一条。虾米的比应该是照用的，这个比本地意思就是细正鸡，像讲地位正鸡，咱讲是比味；啊，若人品正鸡，咱讲是比屁。另外，这个比嘛有自谦的意思，咱讲谦卑；另外，顾谦讲家己的职业，咱讲是卑职；也个有无自信，咱讲是自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卑鄙，代表讲一个人人品无好。咱伫咧戏剧内底常常听病歹人讲是卑鄙的小人。另外，第二个词是三卑八，就是讲一个人足瘦，咱会当讲是瘦肌落血、阿丹阿丹。咱嘛捌小解过讲南姜牙、女恶卵，毋那是敢若瘦，看起来佫敢若是男性的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出戏的歹人看起来三卑八，也佫有够卑鄙，足顾人怨。不如个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代表讲伊搬戏的功夫足在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比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